樂中學55週年校慶，盛大慶典即將登場。7月10到11日，校園化身夢幻舞台，呈現一場扣人心弦嘅原創音樂劇《青春的星火》。回顧55載輝煌，演繹天樂人嘅熱血與夢想，感動與歡笑交織，全校師生、校友、朋友齊聚一堂，共創回憶。天樂中學55週年校慶原創音樂劇，校慶原創音樂劇，原創音樂劇，校慶原創音樂劇，原創音樂劇《青春的星火》，青春的星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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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7月10號同11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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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月10號11號7月10號同11號約定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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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約定你。7月10到11日，我哋不見不散。